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神的子民同心聚集，神的子民合一聚集，热切期盼遇见你，天要敞开，神的道传遍，因为我们渴慕寻求你，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你的灵在这里，你的灵在这里，这里就有自由，神灵自由运行无止境，一山到海星星，坚定不断升起，期待伟大神作奇妙事。我们宣告说，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荣耀彰显，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给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圣经共读，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弟兄姐妹、为我们的教会祷告。主，这是何等蒙福、何等喜乐的事情！与我们晓得，耶稣你在这里与我们的同在，主你的荣耀彰显与我们同在。谢谢你保守我们今天聚会的时间，打开我们的心眼，来倾听神你的话语，亲自的来吸引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请坐。接着下来，我要来攻读神的话语哈。今天的圣经共读是提摩太后书2章14节到26节，我读的是现代中文译本。你要提醒大家，在上帝面前郑重地劝诫他们，不要在言辞上争辩，那是毫无益处的，只会腐化听的人。要努力在上帝面前做一个经得起考验、问心无愧的工人，正确地讲解真理的信息。要远离荒唐无稽的空谈，因为这一类的谈话使人远离上帝。他们所谈的是像那腐蚀肌肉的毒娼，这些人当中有舒米乃和非礼图。他们离开了真理，竟说复活的事已成为过去，因而动摇了某些人的信心。可是上帝建立那巩固的根基是不动摇的，在这基石上面刻着主认得属他的人，又刻着那自称为属主的人必须离弃邪恶。每一个大屋子里都有许多器皿，不仅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的用在特别的场合，有的用在普通的场合。人如果自洁，脱离一切邪恶的事，就能够被主所器重，因为他已献给主，为主所重用，来做各样善事。你不要像少年人意气用事，要跟那些心地纯洁、祈求主帮助的人一同追求正义、信心、爱心和与和平，要弃绝那
愚拙无知的辩论。你知道这种辩论往往会引起争吵。主的仆人不可争吵，他应该和气待人，殷勤善导，处处忍耐。用温柔规劝敌对的人，也许上帝会给他们悔改的机会，使他们认识真理。这样，虽然他们被魔鬼抓去，被迫顺服了他，他们也会醒悟，从他的罗网中挣脱出来。以上。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大家平安。我们的圣经共读已经读完了提摩太前书，那今天也要进入提摩太后书的第4天。那在小组当中听到弟兄姐妹分享说他听到主人在分享说参加圣经共读之后，觉得一整天呢这个有被充电的感觉。那甚至呢觉得参加圣经共读之后，然后能够和弟兄姐妹一起来读圣经非常的期待。那我相信上帝的话是活泼有功效的，阿们。借着每一天，上帝不管是晚上我们参加华语，或是早上参加台语上帝都对我们说话。而且我们会发现，当我们有上帝的话在我们一天当中的陪伴，我们会发现生活当中或是日常当中很多的事情呢，就会靠上帝的话来得到迎刃而解而我们也会减少很多的忧虑，而且我们的生活也更加有重心。所以相信上帝从过去告诉以色列人要在旷野当中来食玛纳，而今天告诉我们每日的灵粮都是从上帝而来的。所以盼望我们能够继续来参加在这个圣经的共读当中，一起来学习，一起来领受。那我们在提摩太后书，我们从第1章看到保罗告诉提摩太，要将上帝借着按手所给他的恩赐呢，要如何眺望起来。因为当时的以弗所或是整个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已经受到排挤打压，被冠上莫须有的罪名。但是保罗告诉提摩太，不是要胆怯的心，而是要刚强仁爱谨守的心，甚至要为福音同受苦难，因为为耶稣基督背负十字架受苦，是上帝的托付。而上帝托付我们也把我们的所托的交给上帝，上帝会亲自为我们保全这一切。所以这当中很重要，就是借着圣灵来守住各样的美善，守住上帝的话，让我们不陷入试探。而在第1章的后半段，我们看到亚细亚的信徒看到保罗被抓，纷纷跟他装不熟就离开他。但是呢，却有阿尼色弗一家呢，从以弗所千里迢迢来寻找保罗，在罗马大都会当中，而且还找到，还好几次去看他，甚至呢还来更新保罗，让他重新得力可能是在他肉体上的缺乏，或是身体上面的需要。虽然阿尼色弗很可能在保罗写这封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已经殉道被主接去，但是保罗也特别在这段书信提到他2次让我们非常的深受感动。而昨天读的第2章呢，保罗告诉提摩太，在耶稣基督要将恩赐如何眺望，也要在基督的恩典上要刚强起来。而这刚强起来，就是要把上帝的信息继续的传下去，而不要到我们这边就截止，而且要做耶稣的精兵，如同军人，如同比赛的选手，如同农夫，如同这些辛勤耕耘打拼的人，拿出态度，就是要在上帝的面前，要有一个态度，用这样的态度呢来侍奉神，刚强起来，而且要纪念耶稣的福音是一个复活的福音，并且是不被捆绑、不被铁链拘禁的福音，而且是一个使人得拯救永远的福音所以昨天的金句，我们来读华语提摩太后书2章2节。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导的，也要交托给忠心而又能教导别人的人。台语咱来读，你伫真侪见证人面前对我听到这个教示，就交托给遐个忠心，嘛会看得教示别人的人。所以我很喜欢台语这个翻译就是你有这个能力，我也看得，你有这个能力能够去教导别人，所以我们领受了，还要有这样的能力去帮助别人，也有这样的能力。
提摩太后书是一封真正的监狱书信，好，不是像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好这些，保罗在租的地方所写的书信，而且呢，也是保罗的遗书，也是保罗给基督徒，不仅给提摩太，给所有基督徒的教战守则。所以这样的教战守则呢，即便快要经过了1900多年，好，但是呢，今天读起来仍然特别的有滋有味啊。而保罗在罗马这个世界的中心，也是欲望的核心，也是权力的巅峰。好，但是呢，保罗他不是追逐地上的人所追逐，他所追求的呢，好是天上，好以上帝为中心，是上帝的旨意的核心。追求是愿上帝的国降临，愿上帝的旨意行在这地上，如同行在这天上。所以我们昨天有做过几个练习，好，今天我们牧师再出几个题目让大家练习。如果你读完了保罗的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你有一个心志，想要追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想要像保罗一样成为那中心，又能够教导别人的人，做一个这样子的信徒委身的时候，当有亲朋好友误会你的时候，好，那像刚刚吃饭在我们家就上演误会大战，好，但是呢，好，如果好有时候呢被误会的时候呢，你会很生气，会起来 argue。但是如果亲朋好友误会你的时候，你是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你应该怎么做呢？好，练习看看。第二个，如果其他宗教好来误解圣经，把圣经扭曲了，把圣经的真理福音当作其他金钱或是得财力的管道门路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做？你会怎么样来表达呢？好，甚至好，如果是更高层次的，好是国家机器，好，甚至对教会好做出行政的判决，好行政的判决，或是经过法院好判定教会败诉好的时候，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呢？好，那其实在读提摩太后书，我们都可以去找到这一些的答案，好，成为我们的一个操练和练习啊。好，那这是一个真实发生在我们台湾长老教会的事件呢。1959年，好，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接到中华民国政府行政诉讼的驳回啊，好，驳回这个事情的发生呢，好，就是1946年，好，这个中华民国政府组成的国语推行委员会，国语好就是要整个中华民国都要来推行台语。那时候中华民国好是设立在南京哦。好，是在中国大陆台湾也是其中的一省，所以他推行全国讲国语。好，但是呢，经过了10年，到1956年，好，他又加重手段，就是禁说方言了。好，其实到1956年呢，好，那时候中华民国已经沦陷了。好，所以中华民国政府是设在台湾的台北。好，但是呢，他就不管怎么样，他就禁止说其他的地方的语言方言啊。好，甚至呢，那时候长老教会都用罗马字北维利好来教小朋友读圣经。所以呢，这个国语推行委员会呢，好就借着好这个罗马字呢都是地方的方言，好，所以呢就没收了好长老教会的圣经，好，没收了长老教会的出版的这些出版品哦，好，所以长老教会呢，好，因为这样子，好，很勇敢的，好，就打这个行政诉讼啊，好，就是告到法院，好，说这个政府违反了宪法。好，那所以在右边呢，这里有这个政府后来的回函，好，它的解释呢，就是说，好，这个地方的语言，北维利现今白话字罗马拼音的圣经呢，好，有碍好这个政府推动国语的方针，好，所以呢，好，政府这样做是没有违法，好，他前面有说，好，圣经的内容，好，他们政府是 OK， 好，因为这是全世界都共同拥有的。但是呢，好，政府是为了要推动国语，好，所以而来禁止和没收啊，好，所以在这个行政诉讼好败诉之后呢，好，长老教会好不是只有长老教会啊，包括圣经公会的台语圣经，好，很多都继续被没收啊，好，一段很长的时间，好，这也是造成为什么我们很多像牧师这个年纪，好像我这个年纪不会讲台语呢，好，因为从小就是被禁止。好，讲台语，好，讲自己的母语，
好，那但是呢，到了现在政府开始用不同的方向，好方针，好要来鼓励说母语哦，推动母语，好其实是不容易，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每个礼拜不是每一天共读要一个台语场，好，就是希望呢我们可以利用这样的机会来看白话字的圣经，好，透过罗马拼音，好能够来学习好我们的母语，而昨天我们好，所以在1959年的12月17号啊，这是这一章的公文驳回的日期啊。好，但是时空好已经过了将近要60几年啊，60几年。好，所以我们的母语呢，你看只有推动国语40年啊，60年后，好，台湾的母语啊，好还是恢复得很辛苦。但是你觉得母语会不会消失不见呢？好，如果我们继续去用它，好，有人继续去读它、去使用它，好，它就不会消失不见。好，所以我们在场有的母语可能是台语，有的是日文，有的是原住民，好，有的是不同的客家话，好，但是呢，我们应该都要彼此来尊重，好，而不是透过像政府、好政治、好这样去打压，好，那这是在历史上一个很惨重的教训啊。好，那我们在读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前面好是保罗对提摩太提醒，进入第2章呢是对提摩太个人的教导，好应该要有的操守和责任。今天读的14到26节呢，保罗要提摩太好要以真理来教导会众，并且禁止争辩哦，好禁止争辩。所以保罗是很严格的，好这些争论、辩论的事情要禁止。而且要提摩太远避异端的言论，同时呢，异端他们没有办法让上帝的所立定的信徒来动摇，所以不用担心。好，只要是上帝所立定的信徒呢，他们会成为上帝大户人家贵重的器皿。而保罗劝勉提摩太要远离罪恶，用温柔来劝勉这些抵挡真理、好抵挡上帝话语的人。好，所以今天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好有几个字，我们可以来学习。保罗说：“不可为言语来争辩呢。”好，在第2章的14节，好这样的争辩就是当时教会当中很多的人假借神学的议题，好，然后呢来做没有意义也没有益处的辩论。目的是什么呢？好，目的不是为了要维护上帝的教义、上帝的真道。而是要来炫耀自己的口才啊，炫耀自己的口才，好像参加辩论大会或是参加辩论社的表演一样。好，所以这样的争辩，不是说为了不要为真理争辩，而是那一些只是为了要炫耀卖弄好自己的学问呢，不用跟他一般见识。好像那个超咩啊朗给刚啊，好，大家一直逗你，你就意思就等你上钩来咬住这个饵。好，所以保罗告诉提摩太，好，这个争辩不是说为任何违反真理都是嘴巴安静闭嘴不说，而是不要为这些无意义的话题主题来争辩。第二呢，要按着正义来分解圣经。好，和本写分解圣经。好，那现在修订写成讲解真理的话。好，它原文的意思呢，按着正义分解，好，就是开一条笔直的路，好，就是开一条直的路，而不是弯弯曲曲。意思是说，透过讲解圣经，让人可以借着这条直的路，好，来找到上帝。所以，当我们去认真的读圣经，好，去研读圣经，可以透过上帝的话，好，走到一条直的路来找到神。而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按着好什么的道，好，就是说这是一条正确的路线，好，来阐述真理的话。好，所以不是去假用其他的学说，好，去假用其他的哲学思想，然后假借哪一些的大师好的话，好来讲圣经。没有，就是用圣经的话来讲上帝自己的话。而里面呢讲到了许米乃，好，就是这些的人当中，保罗又一次点到这个人了。在提摩太前书的第1章20节，好，这个人已经被点过一次了，好，所以到后书呢又点多少一次，好，1章20节到许米乃和亚历山大，好，他们丢弃良心，在信仰触礁啊，就是那艘船沉下去了。好，那从前书我们知道，这个人已经被保罗下了驱逐令啊，逐出以弗所教会。可是到了4、5年后，写了提摩太后书，这个名字还出现。
好，你可以看见这样子的影响力还持续在哦，还持续在。好像刚才讲的这个国语推行委员会啊，好，即便已经解散了，好，可是他把后来可能没有想到的影响力还继续在影响着我们。好，所以一个错误的教导，好，可能会留下来，好，超过我们所想象的时间。他的教导呢，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复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好，说耶稣复活，好，这个事情呢，已经不是新闻了，好，已经发生，好，但是它已经是一个历史事件，成为历史事件。那所以呢，他的意思是说，好，所以当我们在洗礼或是浸水的时候呢，我们的灵性就复活，跟着耶稣复活，而我们的身体不需要复活，也不会复活，所以我们还是活在这个肉体躯体当中啊。所以他还是把这个二元论啊，把灵魂物质界和非物质把它分开。好，所以徐明乃好，他用的就是诺斯底主义的影响。好，讲到人要追求是灵性看不见的层面，而我们的身体呢，看得见的呢，好是邪恶是败坏的。所以呢，他们就用这样的教导，好要大家好去追求灵性，好就好像去这个超绝静坐一样。好，但是呢，这样的言论呢，就是失去了对身体复活的信心，以至于呢，好将来他就失去了好他的相信，他的身体会复活。好，因为我们的使徒信经说：“我信复活，我信永生，我信身体的复活。”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复活，好是从我们的身体好来复活，如同耶稣一样。耶稣如何复活，好，我们也应当要像耶稣那样的复活。好，同时后面又讲到说，大户人家好有。对不起，好，讲到说这个上帝的话呢，上帝的坚固的根基是屹立不摇，上面有印记。这个印记指的就是指在当时候，好，他们所盖的房子或是建筑物会刻上一个记号，好像我们这个房子好会盖是哪一年盖好的，好会有这样的印记。好，所以指的呢就是每一个上帝好所拣选的人，好，上帝会在他的身上有记号，好盖上一个记号。而这个记号呢，就成为一个大户人家。其实我们看到，等一下经文就指到上帝的记号就是教会，好，这指的就是指教会。所以这个大户人家就是讲基督的教会里面有金器、银器、木器、瓦器，好，有的是用来做贵重之用，但有的呢是用卑贱之用，好，可能就是拿去洗地板呐，好，然后洗碗槽啊，好，脏乱的地方，好。但是呢，只要自洁脱离卑贱的事情，就要成为贵重的器皿。不论是用金器、银器、木器、瓦器，好，重点不在材质，重点在于干不干净，好，整不整齐，好，有没有自洁，好。因为如果脏了，就算你是一个金碗，好，可是上面都是油垢，好，上面都是藏污纳垢，都发霉，然后长细菌，然后整个都发黑。这个金碗虽然是金碗，可是呢，主人没有办法用这个金碗拿来招待客人。可是你可能是一个最便宜的瓦器，好，是一个瓦做的一双筷子，好，或是一个碗盘、一个盘子。可是这个盘子就是保持它的整洁，所以当主人要招待客人的时候，他当然是拿那个干净的出来用。好，所以自洁合乎主用。好，到最后保罗提醒提摩太，好，要远避少年人的私欲，要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啊。倾心祷告意思就是借着清洁的心啊，不是说他心里面空什么都没有，不是，而是他是用清洁的心，就是诚实的心来祷告上帝。好，所以我们来看今天这个经文，好，有3个重点。第一个，不要在言辞上争辩；第二个，不要像少年人意气用事；第3个，主的仆人不可争吵。第一个呢，不要在言辞上争辩，为什么呢？好，保罗提到2件事情。我们在言辞上争辩，像是那些炫耀自己学问、卖弄自己聪明知识的人，只会腐化听的人，让听的人呢，好，他的心好像到了盐酸在里面被腐化，而且呢，好，这样的信息、这样的谈话，使人远离上帝啊，好，使人离开真理，就像是那腐蚀肌肉的毒疮啊，好，所以呢，是像是癌细胞一样，好，一点一点在吞吃我们的生命。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好，虽然那时候可能人不认识什么是癌症，但是保罗在提醒我们，好，在我们的聚会，在我们的小组，在我们的家中，好，这一些辩论，
而且是没有意义、没有结果的，好，没有是非对错的，好，最后只是为了争辩而争辩。好，我们看使徒行传20章，保罗去到雅典的时候，他们就是一堆的人在亚略巴谷的山上，好，整天在那边闲闲没事，空谈闲谈，然后就好像好像中国历代的这个宋朝，好，这些很多的文学，好，这些读书人整天无所事事，就是找一些奇怪的题目，大家来辩论。这样呢，是使人远离上帝，而且使人离了真理，而且就好像一个癌细胞，好，在人的心中，让那个信心呢，好，是被腐蚀腐化。所以他们说复活说到一个程度，好，复活呢，他们自己曲解，复活已经是身体的复活，已经是过去式。而很多人就接受，好，所以呢，就跟着去敬拜、去相信。但是上帝的基石就是上帝的仆人，上帝会在上面刻着“好，主认得属他的人”。好，这句话呢是来自于民数记16章，好，就是在可拉党叛变的时候，好，有一群人，好，他们跟摩西出来挑战，好，所以那一群叛变的人后来就被吞吃了。好，主认得属他的人。然后第二句话，凡称呼主名的，总要离开不义哦。好，这也是民数记第16章。好，所以他们必须离弃邪恶，必须要分别为圣。好，必须要在上帝的根基上面，好，非黑即白，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好，所以这些的争辩不会因为你争辩不是了就变成是，是就变成不是。好，而是上帝的真理，好，是非常清楚明白的。而第二段呢，好，讲到不要像少年人意气用事，因为每个大屋子里面，好，都有许多的器皿。好，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大屋子呢，好，指的就是指耶稣基督的家，好，上帝的家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指教会。所以教会呢，好，是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各样的人，好，各样的肤色，各样的种族，上帝都接纳，上帝都愿意让他们进来。但是，好，唯一能够继续在这个家里面被主人所使用的，不是他的材质，而是他是不是自洁、脱离卑贱的事情，他是不是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所以贵重的器皿，好，这边提到就是人若不自洁，就会陷入在邪恶的事情；人若不自洁，就会陷入在那个愚拙无知的辩论。好，所以就回应前面那一段。像是一个癌细胞毒瘤，好，腐化。所以在教会当中，好，如果我们有一样议题争辩不休，在教会当中，好，有什么样子的争论，好，是没有办法化解的，那么就要很小心。好，照理讲，在教会，好，我们的最高原则是小会吗？还是牧师？还是中会？好，还是总会？好，还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法规？我们最高原则就是这个圣经，好，所以万民皆唯独圣经啊，唯独圣经，这是教会的最高原则。好，所以我们应该很容易的从圣经里面去找到各样争议的解决之道。好，但是呢，如果在教会当中持续很久，好，甚至持续好几个月，甚至数年，那就一定有问题。怎么可能在圣经里面找不到解决的对错呢？好，解决的对错呢？好，所以我们这个可能就是变成是没有意义的争辩，好，那只会彼此更多的伤害啊，好，会引起更多的争吵，好，那所以要必须自洁，好，才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被上帝所使用。使用呢，就是才能够做善事，才能够有好的见证，通过好的行为来见证上帝。所以，如果我们一边想要去外面服侍见证上帝，可是我们内部呢，一边又更加四处争吵，好，四处吵吵闹闹，这样的见证呢是互相抵消的，好，甚至呢是把教会的吵吵闹闹带到外面去，好，带到社区去，好，带到外界去，好，等于是让外界在看教会的笑话，好，所以有时候不管我们是去银行办事情，或是我们去餐厅里面吃饭。好，或是我们在对面的肯德基，好，在那边吃素食汉堡。但是如果我们在讲或是吃拉面，在讲教会的事情，好，有时候我们的教会好一些比较私底下的事情，或是有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要很小心考虑一下旁边的人，好，他们还没有认识上帝，不要他们听到我们在这边所讲教会内部的事情，结果他就不敢来到教会，好，因为呢，好。
好，必须要自洁，脱离卑贱的事情，才能够做贵重的器皿，被上帝用来行善事。但是如果我们在分享、在吃面、在吃汉堡说哇，教会好棒，好，我们参加教会，我们一起读圣经很棒。我们今天读到了提摩太后书，好，上帝的话很棒。好，你这样子分享的时候，旁边的人听到说哇，你们教会怎么读圣经这么棒，他也很想要来听听看。好，这个银行的行员说哇，你们教会读圣经好这么神奇，我也想要来读看的时候呢，好，这就是来做各样的善事所以呢，保罗说，人的意气用事不要像少年人，好，少年人是指40岁以下，好，要跟那些心地纯洁、祈求主帮助的人，好，倾心祷告就是求主帮助人，追求4件事情：公义、信心、爱心和和平。好，我们说的是公义、信心、爱心、和平。所以从公义、正义开始，从和平结束好，所以追求上帝的国，好，就是追求上帝的公义，而是用信心加上爱心，最后看见上帝所赐的和平，真正的 peace， 真正的平安。所以以公义为开始，以正义为开始目标，好，而以正义为开始，以和平为目标，好，这才是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所追求的。好，但是如果我们是先追求和平，好，然后把正义放到最后面，这个顺序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好，它可能会变成我们大家都先和平再说，好，但是呢就把是非遮掩起来，好，所以牧师常常会提醒自己说，有些事情我们不要急着就让这个事情就结束，好，而是应该要看好到底是非对错，圣经怎么说，上帝怎么说，好，然后圣灵怎么样感动，好，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最后呢，主的仆人不可争吵，好，因为呢有敌对的人，有被魔鬼抓去的人，还有现在魔鬼网罗当中的人，不是用争吵就可以把他们救出来。保罗提到4件事情：和气待人，殷勤善祷，处处忍耐，温柔规劝。这4件事情就好像前面倾心祷告人追求公义、信心、爱心和和平一样，可以让敌对的人悔改，让被魔鬼抓去的人醒悟，而且现在网罗中的人可以挣脱出来。好，所以这是一个天国的大业就是救人救灵魂的行动。好，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呢，好，让我们看到我们要在得救的事上避免辩论。有时候有人认为我只要多懂一些就能够得救，卖弄知识，或是我多做一些就可以得救，好，是在累积功德，或是我多捐一些就能够得救，好，是在崇拜金钱，或是我多传一些就能够得救，好像是在加添得救的人数，或是我多为耶稣受苦一些就能够得救。这些事情有时候会让我们陷入到争论当中，好，但是我们要知道哪一些是有意义的，哪一些是没有意义的，好，我们要去分辨。而上帝在他的房子已经刻上记号，有了印记，因为上帝认得自己的人，而且认得上帝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就是要分别为圣，活出圣洁。在大户人家，就是在上帝的家中，要做洁净的器皿，好，不论我们是否是贵重，好像所罗门华是含着金汤匙来出生我们或许不是像所罗门一样，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洁净自己，自洁，好，就是自己有觉悟，好，知道哪边需要脱离罪恶。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要寻找建立属灵的同伴。因为属灵的同伴可以帮助我们逃避少年人的私欲。这个少年人不要想说是13岁、14岁，少年人好，在圣经这的意思是指40岁以下。好，在你40而立40不惑之前呢，我们可能都会有这个私欲，好，受到私欲的影响。好，所以在我们40岁以前呢，我们都要找到属灵的同伴，好，然后呢，跟他一起来倾心祷告，追求上帝的公义、信实、仁爱和和平。好，所以今天这段经文提到，不可再言辞争辩，要逃避少年的私欲。主的仆人不可争辩，而争辩只会腐化听的人，而且使人离开真理，离开上帝。少年的私欲呢，怎么逃避呢？教会有形形色色的人，就像大户人家有金银木瓦器，
但是呢，上帝使用的是那个自洁脱离邪恶。怎么自洁脱离邪恶呢？就是要同那倾心祷告人追求从公义开始，而以和平为最终目标。主的仆人不可争辩，弃绝这些无知的辩论，要用温柔挽回被掳的心，祈求上帝使他们回转，脱离罗网。好，所以今天的经文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来不及消化没有关系，好，你可以自己再读，好，因为牧师也是读了很多次才能够分享这些东西，也盼望我们自己再一次读这段经文、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好，你能够得到帮助，并且你知道应该怎么做。好，今天的金句，我们一起来读2章15节。你当竭力在上帝面前做一个经得起考验、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讲解真理的话。好，台语就尽力做，通互上帝看做可处无见效的工人，正确解说真理的道。好，英语 Do you do your best to present yourself to God as one approved, a worker who does not need to be ashamed and who correctly handles the word of truth.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明白上帝的家有各样的器皿，而这些器皿重点不在于他们是怎么做的，重点在于每个器皿是否洁净干净。有时候，当我们在教会外面在讲教会内的事情，我们没有注意到身旁的人的感受，或是当我们在指责人的时候，我们却没有看到自己眼中的梁木。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成为自洁、脱离卑贱的事，来成为上帝的贵重器皿，合乎主用，并且让我们所行的都是各样美善的事情，来荣耀你的名，来尊荣主你的作为。愿上帝的圣灵再次帮助我们，提醒我们不要在无益的事上争辩，而要同那倾心祷告的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实、仁爱、和平。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从座位上站起来，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今天我们听到的内容。主，我们同心在你的面前。主，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主，我们是属你的赐下父神的心，我们要回转向你父神，也要看见复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全地，
站立，我们一起来为今天上帝的话来祷告。当我们遭遇辩论、遭遇误解，当我们遭受到不明之冤的时候，愿上帝帮助我们有智慧，愿上帝使用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用温柔、忍耐、耐心劝诫，以爱心说诚实话，来胜过一切的试炼、网罗和挑战。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现在主上帝，阮为着阮兄弟姊妹中间，有人受到委屈，有人受到误会，还是在教会中间，在教会当中产生的纷争、隔阂或是分离、分裂的事情，主啊，求主你的真理来光照，让我们知道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使每一个上帝的儿女都愿意用清心来祷告，追求上帝的国和追求上帝的义，让我们来成就上帝所喜悦的事情。主啊，也让我们学习饶恕，学习更多的接纳，学习更多上帝你的话语来以上帝纯净的话语当作灵奶来喂养。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来为自己来祷告。当我们陷在试探当中，或是我们陷在谎言当中，或是我们陷入在罪恶当中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来用上帝的道殷勤善导，处处忍耐，用温柔的规劝，让我们能够脱离一切的网罗，脱离一切的试探，能够自洁，成为上帝重用的器皿。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主，谢谢你的恩典。主，别天父上帝，我们为着我家己个人来祈祷，因为上帝你讲人若亲去脱离一切卑贱的事，就要成做贵重的器具，让上帝来使用。愿上帝你使用我每一位兄弟姊妹。我阮伫主的面前，伫主你的宝座前，搁一摆来清气家己，搁一摆来洁净我的心，清洁我的手，亲像上帝你所讲的，你确实是明白你所认定的人，也主的人绝对要来离开这不义。愿主帮助我们脱离一切凶恶，不惧戒试探，愿帮助我们在各样事上能够来荣耀你的圣名。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我们要为教会来祷告，请坐。为教会来祷告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为着迦南教会弟兄姐妹们来祈祷，能够在每日灵修还有操练上面能够重新得力，与上帝与人的关系都能够更加的亲密。第二件，我们为迦南教会大楼外部的整修，还有防漏水等工程能够进行顺利代祷，以及5、6楼的装修，也已经接近尾声。也求主在经费上面来供应不足，也特别透过这样的整修，让7月份7月初在2个多礼拜后要开始的暑假的营队，或是 AVN 的这个短宣队，各样的训练都能够顺利进行。第三，也求继续祷告，求主预备合乎主用的同工，来分担教会执事还有干事的工作量，让圣徒能够各尽其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为教会的灵修、教会的大楼，还有为教会的同工，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谢谢你的恩典。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要为着教会各样的事工，为着教会的灵修共读来祷告，愿上帝你每天早晨对我们说话不论我们是在共读，或是在 YouTube， 或是在上帝话语当中，都能够日日更新，日日进步。主要也为教会的建筑大楼的装修整修工程来祷告，以及所需要的经费不足的经费，也求上帝来预备，也让属期所要进行的事工都能够顺利。也为着在教会的同工、全职的同工，或是执事的工作服事量，也愿上帝让我们能够彼此来帮补，让每一位弟兄姐妹来乐意参与在上帝的教会当中、上帝的家中，来分担耶稣基督的苦难，来分担教会的工作能够让教会能够彼此建立圣徒，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来建立这个身体。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为弟兄姐妹祷告，透过每日灵修的操练，能更明白真理，更加的来认识主，帮助我们每天都可以成长。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们更深了解神，更靠近他的心，需要不断地
每一天花时间在他的话语中，与主的关系更亲密。也求主赐给维修的团队能够应用上帝给予的智慧、能力、时间、精力，去克服外部整修所遇到的难题及经费所需要的，求主都来供应充足，让迦南教会整修好，都能够成为人人都想来的教会。也为暑期营会来代祷，为主赢得这时代的学生，为我们的暑假营会，来向上帝呼求，愿神在当中亲自来动工，使福音深入人的心。也愿上帝来预备更多执事、同工还有干事，让教会能够有效的运作，使用各部的事工，推动教会上下扎根成长，果实累累。愿上主来引导，加力量，赐福给同工团队，同心来聆听主的话，同时聆听肢体的需要，有智慧勇敢的去做回应与教导，是智慧给执事、同工还有干事，请用生命的榜样，用爱来建立认识真理，荣耀赞美主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接着要为教会的肢体们来祷告。我们首先来为是对不起，上一页。志鹏小组长，他的这个伤势已经逐渐恢复当中，也会在这个礼拜天回到台湾，也继续为他能够平安顺利的返台代祷。那今天也是志鹏兄的生日啊，我们也在这边线上祝他生日快乐。好，那我们教会也有长老从台湾跑去云南的医院去探访他，我觉得真的是太厉害了。好，那也求主让我们这个在无国界能够彼此的代祷关心。然后第二个，我们为着洪昭姐来代祷。她已经在前几天转到普通病房。那因为有些许的感染，在打抗生素，还有降脑药，也求主看顾洪昭姐。在中风之后，她的神经、还有语言、还有肢体有受到影响，还有照顾她的女儿，也求主看顾，保守她这些家人们都能够同心继续代祷，求上帝来彰显他的大能。第三，也为着郑正伦牧师来代祷。那郑牧师也昨天住院治疗，必须要有3-4天的时间输血，也求主看顾，让这个玻尿酸的疗程能够有效，并且让这个出血能够早日来止血，让这个身上的功能都能够恢复正常。那又跑掉了。下一个，为怡红姐怡红姐的尾椎开刀后的复原来祷告，还有为丽英姐脑溢血手术后的复原祷告，还有文道兄这个肾脏功能衰退能够有强健的肾脏跟功能和更新恢复来祷告，为银萍的爸爸万成兄失智以及照顾银萍在照顾爸爸当中所需要的体力，还有秀凤组长在这个做化疗之后的这个恢复，还有家云的治疗癌症也求上帝看顾和保守。好，我们为这几位成人牧区志鹏小组长、洪昭姐、郑牧师，还有上面看到这几位名字，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是的，父神，我们这时候要奉主耶稣的名来祝福我们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在病痛当中、在患难当中、在疾病当中，或是在住院当中，为着志鹏小组长，求主的看顾保守，也让他在生日当中经历神灵格外的恩典，也为洪昭姐她从普通病房能够尽快的恢复她的语言让她对上帝的信心没有减少，更加坚定信靠神。也为着郑牧师祷告，还有郑师母来祷告让牧师娘他们能够经历上帝的格外的恩典
上帝的恩典够用也能够让出血的地方能够早日来止血，也为怡红姐、丽英姐、文道兄、林平的爸爸万成兄，还有秀凤姐和佳宇姐妹来祷告。主啊，求主你亲自来医治他们，触摸他们，让上帝的话语来带领他们经历上帝你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众人的心怀意念能够知道上帝使无变为有，使水变为酒。你是全能的神，你是奇妙大事的上帝。愿上帝你所带来的医治和恢复更新的能力，在弟兄姐妹的身上来彰显。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我们接着为教会的青年牧区来祷告。青年牧区在2天的退休会非常的认真积极，而且他们真的是很棒那也求主继续带领我们年轻人能够来承接迦南教会的使命意向，同时也能够带领更多在桃园的年轻人来归向主也为着在暑期当中不论是学生出外的学生能够回来，或是暑假的服事和营队，或是在周间周末的小组聚会，都能够用上帝的话来成为他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为儿童牧区的阿嘎佩国中小组来祷告目前所需要的是一个上帝预备的带领者来带领阿嘎佩的国中生因为这些国中生在礼拜天的时间他没有可能没有合适属于他的聚会所以这一些小羊求主看顾让这些学生们能够在青少年的阶段、国中生的阶段能够好好来认识神，紧紧的抓住上帝，信仰得坚固，生命得造就。为儿童牧区的金凤老师金凤老师是那个丰盛的太太，那个富顺的太太对那个是玉凤金凤就金凤姐心跳异常求主帮助能够找到原因，也获得合一的治疗为富村长老娘来代祷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为青年牧区、儿童牧区，还为金凤姐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上帝，阮感谢你带领迦南教会的青年来经过2天1暝的这个退休会，也让这些青年会当更加有同心合意的心，会当彼此来将最好的同工，会当彼此来帮助，会希望福音来建立主你的教会，也为着伫暑假中间，这出国的青年学生大家备办这期末考，是在升学考试，会当有好的成绩，买当有好的这个学校，会当继续来受好的装备，伫学业顶悬，也伫信用的顶悬，会当受造就，会当得到快乐，得到利益，也为着伫阿加佩的高中、初中心、国中小组，需要上帝你来指派有意愿受感动、受好的同工，来陪伴各中这个青少年。或者各中的青少年学生，伊会当伫年轻的时阵就来明白主，愿意将伊的生命来归对主，互因一世人都无来离开上帝，会当做教会啦，做上帝国的精兵来跑走路站，也为着金凤姐来祈祷，求上帝看顾金凤姐伊的心脏、伊的心跳甲伊的心率。让求上帝你亲自来帮助甲医治，也让继续讲做儿童牧区的祝福。祝愿将教会青年牧区、儿童牧区所有同工、所有青年、所有儿童，拢交托伫上帝你的手中，愿上帝施恩赐福。安尼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名，阿门。好，最后我们跟旁边的人，我们有一个简单的祷告，好，2个人就好，咖喱边来问他有什么需要祷告的，好，2个人就好，2个就好。
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把每一位弟兄姐妹的代祷事项，在现场或是线上，都交托在上帝的手中。愿听祷告的上帝，你亲自在我们的中间扶持我们，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将心里面一切所要的来告诉神。上帝，你必在耶稣基督里面赐下出人意外的平安，在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愿上帝你的话、你的光、你的灵，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处处来彰显，让我们知道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也让我们知道在人所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主啊，你说压伤的芦苇你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你不吹灭。主啊，你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明白你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是使无变为有，使水变为酒。愿上帝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掌王权，居首位。愿一切的荣耀尊贵都颂赞都归给你，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我们这时候要用主祷文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再一次的从座位上站起来，献上我们的赞美，献上我们的敬拜，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喜乐的来拍手。赞美主生命，赞美主生命，黎明在全地何其美，你心是广大，怜悯不断绝，你慈爱永远长存。让我们献上赞美祭，何以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诉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院，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地。让我们献上赞美祭，何以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诉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院，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地。神的膏油必永留在这地，阿们吗？永留在这地。我们拍手，把荣耀、掌声归给神。谢谢。结束。好，我们晚上聚会到这边，我们彼此请安，彼此祝福，愿上帝祝福大家。好，线上弟兄姐妹，大家晚安，大家平安。晚安，向下，谢谢。